好早起身去咗西貢參加山賽，跑完一浪奶茶後之後去咗茶餐廳飲凍奶茶。我係住喺平洲嘅日本人，今日5點起身，打算去咗西貢參加越野跑比賽。因為咁啱前幾日打風，所以天氣涼涼地。9點起步，今日遇到好多狀況，不過對於我嚟講係幾好玩嘅。會唔會？正。頭15K 玩泥漿，咁點啊？泡泥茶喝。奶茶，跑完20公里之後奶茶，一直都跑呢啲路，好有挑戰性。Oh my god！好彩冇拗柴，同埋仲有得沾水、激流同埋水氹。瀑布好舒服噶，好難好玩啊真係。最後10K 一直都衝刺，跑完之後喺終點食買嘢先搭巴士返屋企。因為今日一直都斬住奶茶喝跑步，所以突然間想飲好好味嘅港式奶茶，唔係凍奶茶少甜。我就決定嚟九龍提子嘅金華餅店食嘢。呢間嘅福建炒飯真係冇得輸啊！仲有菠蘿油同埋蛋撻都值得一試啊！越野跑真係幾好玩，下次再玩過。